阿龙小书店，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做工仔人 Podcast。真欢喜，佮和各位伫空中再相会。今仔日，咱要经阿龙节目内底有讲到的一块词，来和各位朋友做伙做参考、做研究。咱今仔日要来讲掠环，伫遮即个掠是要甲物件控制，保持伫一个固定的状况。伫故事内底，甲德哥掠环，通和插伫地的德哥绑做伙，通拍鱼竿。若讲心肝掠瘫痪，就是无要照平常时的理路在行，要参参甲做落安尼。其实即个掠伫咱台语内底，有哪有真侪意思哦？像讲掠鱼掠虾通好卖，也是讲会当食。毋过若掠猴、掠灵，就毋是头前迄种意思啊。毋通杀咧乌白豆。掠嘛挺好讲是要去买精生啊。像讲下暗有要紧的人客要来，你着赶紧去市仔掠一只鸡转来刣。掠嘛有计算的意思，像讲掠小。搁做一个例来，互大家参考看卖咧。即间的厝顶爱灯番，你先斗掠看爱偌久才做会了。另外一组有哪咧甲我催进度？掠我金金上，就是讲对我直直看。掠我做红仔米，就是甲我当作是佚佗物仔安尼对待。最后小解一个较新的用法，咱即摆若伫网络顶要找资料，要登录。嘛是拢讲用掠的，台语若一直有咧使用，就会创造出新的用法，思维自然会对咧增加。安尼，咱今仔日的阿龙小书店就小解到这，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，有闲阁来哦。